佢曾經俾崩牙區打趴低，但崩牙區入獄之後，賴東生成功壟斷澳門疊碼仔生意，身價過百億，成為新一代黑幫王者。佢同珠海首富世界仔合作過，但最終因早年所犯嘅罪行被捕，被稱為幽靈教父水房賴。水房賴嘅父親賴偉真係珠海斗門縣白蕉鎮人，最初係貧苦農戶，由於建國初期中國大陸經濟落後，生活艱難。1950年，賴偉真帶住妻子嚟到澳門揾生計。嗰陣澳門作為殖民地，經濟情況較大陸好，所以吸引咗唔少窮苦人家前嚟謀生。賴偉真同老婆喺澳門靠打散工過日子，住喺破舊棚屋，生活雖然清貧，但起碼可以溫飽。1955年，夫妻二人誕下麟兒，取名賴東生。呢個細路仔後來成為叱咤澳門嘅水房賴。賴東生細細個骨瘦如柴，好多人都認為佢營養不良，但老天收咗佢一扇門，就開返一扇窗。佢嘅頭腦比同齡人發達好多，孤言寡語，但鬼主意特別多，對錢有特別敏銳嘅嗅覺，知道點樣用最少嘅成本換取最多嘅利益。嗰陣嘅年代經常話窮人仔早當家，賴東生都唔例外。家庭困難，父母冇時間管教佢，佢聰明但唔鍾意讀書，早早就輟學，開始同街童玩耍，認識咗後嚟成為死對頭嘅崩牙區。當時佢哋成日喺街頭打鬧，甚至去偷啲冇鎖好嘅單車拎去賣錢。賴東生就喺呢啲日常生活中學識咗點樣喺江湖立足。崩牙區15歲嗰年，靠賣黃牛票攞咗啲積蓄，因為羨慕啲社會青年騎摩托車風光。16歲嗰陣買咗部小綿羊摩托，不過車技唔好，一次炫耀嘅時候跌倒，冚甩咗門牙。崩牙區呢個外號就係咁嚟嘅，雖然成為笑柄，但佢唔介意，仲利用呢個外號建立自己嘅名聲，令好多後生仔對佢充滿崇拜。崩牙區同賴東生年紀相若，但崩牙區身材壯碩，而賴東生瘦弱，兩個人同七兄弟組成咗七小福。呢個名可能係受到洪金寶60年代七小福嘅京劇戲班影響。七小福入面嘅耀仔係賴東生嘅妹夫，佢哋之間嘅感情好深厚，經歷咗好多風風雨雨，互相扶持，建立咗深厚嘅兄弟情。賴東生細個就表現得比同齡人成熟，沉默寡言，但非常有主見，成日考慮自己嘅未來，同其他人只顧玩樂唔同。佢清楚自己想要乜嘢。其他小朋友為咗幾毫子爭吵嘅時候，賴東生已經喺度思考點樣賺更多嘅錢。當時澳門黑幫勢力猖獗，唔少年輕人都幻想加入幫派改變命運。喺佢哋眼中，黑幫充滿權力同地位，有本事就攞到自己想要嘅一切。賴東生對權力同金錢嘅渴望一樣強烈，知道自己唔可以一世做窮人。七小福成員中，大部分選擇加入14K，崩牙區係其中之一，成為14K 大佬黑仔華嘅門生。賴東生嘅表哥摩頂平亦係14K 嘅重要成員，當時風頭正盛。不過賴東生揀咗條唔同嘅路，冇跟表哥同崩牙區，而係加入咗和安樂。1934年成立嘅安樂汽水廠，本來係和盛和嘅一部分，後來因為利益問題分裂出嚟，獨立成和安樂。由於成員多數係汽水廠工人，所以江湖人稱之為水房。崩牙區喺14K 初露頭角，好快就崛起。而當時水房嘅大佬肥仔坤已經係一方之霸。崩牙區嘅崛起影響到肥仔坤嘅利益，兩人多次衝突。崩牙區2次俾肥仔坤送入獄，但卻因禍得福，認識咗警察石其刀，後來拜佢為契爺，漸漸將肥仔坤勢力削弱。肥仔坤勢力衰退後，賴東生獲得咗更多嘅上位機會，佢穩重同睿智嘅作風，迅速喺水房企穩陣腳。佢善於交際，清楚點樣用合適嘅方法贏得上級信任，亦懂得收買人心，令下屬對佢死心塌地。佢嘅心思縝密，做事果斷，令佢迅速喺水房取得重要位置。1988年，澳門賭王何鴻燊改變賭場制度，推出包廳制同疊碼仔制度，高額嘅疊碼佣金令江湖人瘋狂，再次引發腥風血雨。當時14K 大佬摩頂平同街市委之間矛盾加劇，崩牙區喺街市委支持下，聯合石其刀將摩頂平趕走。
呢個時候，賴東生已經成為澳門水房嘅話事人，水房賴呢個名號開始響徹江湖。1990年代初，澳門黑幫勢力進一步擴張，隨住賭場業務嘅繁榮，各大幫派都想控制賭廳同鐵馬仔業務，攞得巨額利潤。賴東生作為水房嘅領軍人物，喺呢段時間內迅速擴展勢力，通過賄賂、威嚇、談判等手段，壟斷咗大量鐵馬仔業務，賺到巨額財富。佢深知喺江湖上成功唔只要有錢，仲要有影響力同人脈。佢積極同各大幫派建立聯繫，甚至同外地黑幫都有往來，通過擴展自己嘅人脈網絡，逐漸成為澳門最有勢力嘅黑幫人物之一。1995年，香港幫派亦及上澳門鐵馬仔呢塊大蛋糕，以新義安、和勝和為首嘅幫派踏足澳門，北牙區勢力坐大，同街市委矛盾重重。街市委暗地裏聯合香港幫派對付北牙區，但事實上，香港幫派入侵唔只係影響北牙區嘅利益，而係危險到成個澳門幫派利益。喺北牙區嘅遊說下，澳門本土四大幫派14K、大圈、合勝義、黃安樂組成四聯公司，靠住主場優勢、北牙區嘅勇猛同賴東升嘅謀略，成功擊退香港幫派。喺呢場大戰中，賴東升展示咗佢作為策略家嘅才能，負責後方策劃，北牙區喺前線衝鋒。賴東升清楚點樣利用各方勢力達到目的，唔單成功壓制住香港幫派，仲令自己喺澳門江湖地位更加穩固。街市委見隱外援唔成，就使出離間計，挑撥賴東生同北牙區嘅關係，一邊對賴東生許以重利，一邊煽動佢對北牙區不滿。可能係冇永遠嘅敵人，只有永遠嘅利益，亦可能係因為北牙區殺咗賴東生嘅表哥摩頂平，兄弟反目成仇。當時賴東生嘅妹夫北牙區嘅好兄弟耀仔患癌，臨終前對兩人講：千祈唔好俾人挑撥離間，唔好破壞多年兄弟情。但耀仔嘅忠告最終冇改變兩人命運，雙方矛盾越嚟越深。賴東生開始策劃對北牙區發動攻擊。佢先係對北牙區手下發動小規模總突，削弱北牙區實力，之後決定喐手，派人懟冧北牙區嘅軍師石永祥，仲將屍體送返俾北牙區，向佢宣戰。失去愛將嘅北牙區怒火中燒，決定唔再念兄弟情，展開澳門史上最慘烈嘅黑幫大戰。但行一步睇三步嘅賴東升早已部署好暗殺行動，並聯合街市委對北牙區下江湖追殺令。北牙區收到風聲，逃往澳洲避風頭。雖然遠在澳洲，北牙區透過猛鬼添、石岐刀同豪仔幫助，穩住自己嘅勢力。北牙區逃亡期間，賴東生迅速行動，接管北牙區嘅地盤，進一步擴展自己嘅勢力。佢利用北牙區唔喺澳門嘅時機，透過談判同威逼利誘，將北牙區原本手下嘅勢力逐一收編，令自己地盤同影響力迅速擴大。1996年，賴東生被逼逃往溫哥華，但仍冇逃過北牙區追殺。北牙區懸賞100萬，加拿大14K 雙花紅棍接咗任務，用 AK 掃射賴東生住處，明顯係警告。澳門方面，街市委被北牙區逼到走投無路，最終逃亡菲律賓。冇咗街市委同賴東生兩大對手，北牙區喺澳門呼風喚雨，警方亦對佢十分忌憚。1998年，北牙區因詐警司白德安嘅車被捕，被判入獄15年。濠江風雲入面情節竟然成為控告佢嘅證據之一，真係自己搵嚟衰。北牙區入獄後，賴東生迅速返澳，重整舊部，接管北牙區地盤。與過去唔同，呢次佢決定低調處理，一直幕後操縱，冇再喺人前露面。佢明白，隨住澳門回歸，中國政府對黑幫打擊越嚟越嚴厲，以前打打實實嘅方式已經唔適應時代發展，所以賴東生決定轉型，開始學點樣合法化自己嘅業務，將資金投資地產、娛樂、博彩等行業，利用人脈同影響力，逐步建立起合法嘅商業帝國。佢利用喺黑幫中積累嘅財富同資源，短短幾年成為澳門最有影響力嘅商人之一。北牙區入獄期間係賴東生嘅黃金時代，佢成為澳門四姨太梁安琪嘅左右手，扶持北牙區徒孫洗米華成為小賭王，亦收編咗北牙區原來嘅猛鬼添同豪仔。賴東生喺博彩業影響力越嚟越大，甚至開始涉及內地市場。
佢利用內地富豪對澳門博彩業嘅熱情，賺取大量金錢。2012年底，崩牙區即將出獄，賴東生擺酒199圍，宴請四方大佬，包括向華強、梁安琪、洗米華等，成立娛樂博彩中介人協會，擺明向崩牙區示威。佢目標非常明確，就係喺崩牙區出獄前，鞏固自己喺澳門博彩業地位，令崩牙區出獄後亦無法再同佢抗衡。2013年，賴東升父親賴偉珍去世，呢個係佢多年嚟首次公開露面。但老父過身後，賴東升事業開始行下坡路，澳門賭業衰退，佢轉戰內地，與珠海世界仔合作開發房地產，因暴力徵地觸發法律，世界仔被查。賴東升亦逃往柬埔寨，喺柬埔寨，賴東升冇咗昔日威風，生活非常低調，甚至用假身份避開追捕。但喺2020年8月5號，65歲嘅賴東升喺柬埔寨被捕嘅照片廣為流傳，隨後被押解返珠海受審。昔日再威風嘅大佬，最終都逃唔過法律嘅制裁。黑社會係舊時代產物，喺現今法紀嚴明嘅社會，早已經唔再適應時代發展。賴東升一生充滿傳奇，從貧苦農家仔變成叱咤風雲嘅江湖大佬，再到最後異國他鄉被捕。佢嘅人生充滿跌宕起伏，但亦證明咗，無論你幾有錢幾有勢，最終都要為自己嘅所作所為付出代價。